咱国造的畅水艦海鯤號本地是9月就要完成海上测试，結果跳票，這都讓人真懷疑講這11月敢有法度順利交船。國防部長顧立雄今嘛證實，11月要交船確實有挑戰。另外，總統賴清德國慶演說的時陣是宣布要打造台灣之盾，去防止佢講無符合、無對等作戰。國防部長顧立雄是強調講，這是有符合的，年底就會提出特別預算。國造艦艦海鯤號原底9月要完成海頂的測試，確定跳票。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13組艦艦國造專案進度的報告，採秘密會議的形式。國防部長顧立雄證實，海鯤號要咧做海頂測試進前裝備條件甲測試，11月要完成海頂測試交船是真大挑戰。我對於整個潛艦最後能夠建造完成，還是有信心。要在11月完成，確實是具有很大的挑戰性。時程雖然稍有落後，但是全艦是往完成的方向在邁進當中。面對中國軍事威脅，除了加強海頂的戰略，總統賴清德相信演說，講要打造台灣之盾，建構台灣分戰防禦、嚴密的南炸防空系統，嘛讓外界質疑可能違背無邊防作戰的概念。它的攔截的幾率自然會成功，然後它也能夠做一個更具有有效資源分配的一個火力協調。那這個當然是不對稱作戰的概念。用反飛彈對抗飛彈，或是用潛艦對抗潛艦，它本身就是一種對稱的作戰方式。那基本上就是誰錢花得多，誰時間花得多，誰就勝出。偏偏台灣目前沒有錢，也沒有人，也沒有時間。專家認為講，中國軍方武力拍台灣的手段，唔但是飛彈爾，還佫有軍艦、艦艦等等幾啊種的威脅。台灣之盾唔是袂使哩，唔過可能愛開真濟錢，需要真濟卡手。顧立雄講，年底會提出特別預算，會買導彈刺激塞網，無論是雷達系統、飛彈系統、無人載具等等，目標就是要向準外陸軍的方向來建設。記者綜合報道。